日平，今天怎么没带永志出门？日平，今日让某图人志出门。日平，今日让某图人志出门。我爸说他今天想跟永志培养感情，要我休息。阿爸讲，他今日想老人志培养感情，不爱聊着下。阿爸讲，他今日想老人志培养感情，不爱聊着下。祖孙俩感情这么好，两姊阿公感情安好，两姊阿公感情安好。是啊，俗话说爱屋及乌。系啊，人讲下发连盆，下子连孙。系啊，人讲下发连盆，下子连孙。我爸爸好喜欢和永志说话呢，两个人笑得好开心哦。我爸当爱老人志讲话，两三笑到当欢喜。我爸当爱老人志讲话，两三笑到当欢喜。现在永志多大了呢？人志俩下几大了呢？人志俩下几大了呢？满5个月了。满5张月嘞，满5张月嘞。那要准备打卡介苗了。该要准备就卡介苗嘞，该要准备就卡介苗嘞。目前建议接种的时间是小孩出生后的5到8个月。目前建议就嘅時間係成人呢出世過後嘅5到8張月。目前建議就嘅時間係成人呢出世過後嘅5到8張月。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帶小孩過來呢？請問我奶叫做得到成人呢過來呢？請問我奶叫做得到成人呢過來呢？卡介苗是1個月1次，這個月已經施打了。卡介苗係越張月越白，2張月已經足夠咧。卡介苗係越張月越白，2張月已經足夠咧。再來是下個月的5號。這個來係下張月初5，這個來係下張月初5。那請問施打時需要攜帶什麼證件嗎？請問注射時節要帶乜嘅證件麼？請問注射時節要帶乜嘅證件麼？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和健保卡。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和健保卡。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和健保卡。請問注射卡介苗的費用是多少錢啊？請問注射卡介苗嘅費用幾多錢？請問注射卡介苗嘅費用幾多錢？這是免費的。這係免費嘅，這係免費嘅。哇，這麼好啊！安好，安好。時間過好快哦，想起你剛回來的時候還很緊張。時間過到很急，想到你長轉來解下，很當緊張。時間過到很急，想到你長轉來解下，很當緊張。慢慢習慣了嗎？慢慢慣了嗎？慢慢慣了嗎？習慣了。我很喜歡這裡的步調。慣了啦，我當隔住兩片嘅鋪條。慣了啦，我當隔住兩片嘅鋪條。公婆也很照顧我們。家娘家哥每當照顧我哋，家娘家哥每當照顧我哋。謝謝阿姨哦。什麼阿姨？什麼阿姨？